思想嘅精髓誠咧，對我嘅影響係好大嘅。正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我覺得老師咧一定要對教育真誠，更加要關心學生，為佢哋創造一個正向嘅學習環境。所以我嘅教育理念之一咧，就係一切為咗學生。例如我嘅中文傳譯與應用課程中咧，嗰啲學生全部都係香港嘅精英運動員，佢哋既要練習比賽，亦都要上堂，所以安排佢哋上堂咧係非常困難嘅，因為佢哋每位同學咧訓練嘅時間都唔同，甚至咧有部分嘅同學咧要去海外參加比賽，所以佢哋都好擔心咧跟唔上學習嘅進度。為咗更好咁幫助呢班精英運動員，我就同佢哋協調，安排佢哋喺唔同嘅時間上堂，仲專門為佢哋準備咗混合式嘅學習，便利佢哋上堂。我甚至咧採取1對1嘅方式咧同佢哋上堂，仲用電話、WhatsApp、Zoom 等唔同嘅溝通方式咧嚟幫佢哋輔導。雖然我喺教學上多花咗好多倍嘅時間，但係只要呢班精英運動員可以喺無後顧之憂嘅情況下去學習，佢哋會學得更加開心，佢哋成績咧就一定會更加好，同埋佢哋可以發揮得更加好，為香港爭光。雖然呢個教學模式咧比原來安排複雜咗好多，但係只要可以幫助學生解決困難咧，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值得嘅。其實教育係一份良心嘅工作，好多時候你為教育做咗啲乜嘢咧，只係你自己知道啫。呢個就係中庸當中嘅所謂君子慎其獨也。無論教師同埋學生咧，都需要誠意正心。我哋都要誠心誠意咁樣工作同學習，大家更加要互相尊重、互相關愛。只有咁樣，我哋先至可以更加好咁樣互動溝通、互相支持，創造出更加好嘅教學環境。而喺教學嘅過程中，我會照顧個別差異，以學生為中心，同學生一齊進行知識嘅建構。正如中庸所講嘅，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我會努力咁樣與時俱進，喺學習同埋教學活動中應用創新科技。電子科技為我哋教育咧提供咗好多新嘅可能性。除咗喺日常教學工作中使用 Moodle、Kahoot、Padlet 等工具之外，我喺成功申請嘅4個資助項目中咧，都使用咗電子教學工具嚟增強效性。例如，我嘅團隊正喺度努力咁樣開展我哋嘅田家炳基金會粵港澳大灣區品德情義經典詠誌教學發展研究計劃。呢個係一項開創性嘅研究，為小學同埋中學學生量身定製視頻媒體平台。呢個平台只係透過精心製作嘅教育影片，例如利用 AI 科技生成嘅動畫嚟促進學生對中國語言文化嘅理解同埋欣賞。而呢啲嘅電子教育工具反過嚟都俾我用喺日常嘅教學當中，教學促進咗我嘅研究計劃，而研究計劃亦促進咗我嘅教學。佢哋相互形成咗一個完美嘅良性循環。由於我準備充分、計劃齊全、理論基礎好，所以呢啲計劃喺應用同埋實施上咧都係非常之成功嘅。呢種良好嘅化學反應都使到我最近成功申請到100% 嘅配對補助金。我嘅教學工作同埋研究計劃之間嘅配合，確實係良性循環嘅一個好例子。除咗論文報告之外，我覺得喺堂上嘅討論、辯論等活動咧，都係評估同學學習效果嘅方法。佢哋唔單止可以評估同學對課程真實嘅理解同埋應用，仲可以從中咧揾到同學們嘅困難同埋問題。誠意正心，使我同同學們咧都享受到認真、愉快、充滿成果嘅學習歷程。非常感謝同學同事，全靠你哋嘅包容、鼓勵同埋支持，
我先至有幸獲得呢個獎項。我會再接再厲，喺教學、研究同埋服務方面做得更好，止於至善。